兄弟姊妹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2026年2月12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第2篇，出埃及记第6章第2节到第9节，希伯来书第8章第1节到第7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上帝的约。上帝的约，这是基督信仰的根本啦吼。上帝甲人立约，是为着要来祝福人，毋是要为着公平的交易。因为上帝总是先施恩互人，然后甲人立约，这已经无伫迄个公平的基础顶悬啦。上帝施恩互人，是要来互人，为着要互人来得到福气，为着要救人脱离凶恶，就来。无共即个，亲像即个以色列人出来求共款吼。伫今仔日个经文出来记第6章第2节到第9节，甲上帝甲摩西所讲的话伫中间咱看到讲，上帝为着要实践以色列甲以色列祖先就是亚伯拉罕诶立约呢，差派着即个摩西。转去到伫埃及，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脱离做奴隶的所在，过来然后要互因会通进入伫应允的所在。上帝对摩西讲：“我是上主，我是全能的上帝。我对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显现，毋过我毋捌互因知我的名是上主，我捌甲因立约。”应允因要将因囝骹的迦南地赏赐互因，我嘛有听到以色列人伫埃及做苦工所发出嗨嗨惨的声，就会记得我甲因祖先所立的约，所以你着甲以色列人讲：我是上主，我要救恁脱离埃及人的压迫，互恁毋免搁做因的奴隶。我要出手严严刑罚因来救赎恁，我要接纳恁做我的子民，我做恁的上帝。我做恁脱离埃及人的压迫的时，恁会认捌我是上主恁的上帝。我所立誓应允要互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迄块地，我要带恁入去。佮将迄块地赏赐恁做产业，我是上主。摩西将这个话甲以色列人讲，毋过因为做苦工，实在听袂入去。应允就是上帝捌立约，捌应允要赏赐的恩典。上帝差遣耶稣基督，成做世间人的救赎。伊家己就成做祭司的角色，不但是祭司，阁是大祭司，嘛是迄个人类的祭司无通比拼的。因为伫以色列传统中间所设立的祭司，因所服侍只不过是天顶的阴影尔定。耶稣基督就是天顶这个实体的再现。有人讲，耶稣基督就是无形上帝实体的展现，是世间人唯一的愿望，因为伊是上帝立约的实践。希伯来书第8章第1节到第7节提到的耶稣基督是较好的约的中保，咱咧讲迄个中间人。咱所咧讲呢，上要紧的就是安尼。咱有这款的大祭司，伊坐伫天顶至大上帝宝座的正边，伊伫圣所就是真的帐幕伫咧侍奉。这个帐幕毋是人，是主所带的。逐个大祭司拢是为着献礼物甲祭品来任命的，所以这位大祭司嘛，一定有什么款通献。伊若伫地上就无做祭司，因为已经有祭司照律法兑现礼物。因所做的服侍，不过是天顶帐幕的副本甲影像。
拄照着摩西要去做会幕的时，上帝甲伊指示讲：你着谨慎，一切着照山顶甲你指示的模式来去。毋过现在耶稣已经得到更较尊贵的侍奉，最较好的约的中间人。这个约是用较好的应允制定的。头一个约若无缺点，就无需要第二个约。诗篇第2篇，你国是安怎伫做声势？万民是安怎计划空空的阴谋？地上的君王伫排阵，统治者斗阵计谋，要对抗上主甲选立的王。因讲，咱着来降税压制咱的担，擦长屈縛咱的说。上主伫天顶得照。地铁笑因的阴谋，因受气，甲因警告，发圣地，互因惊吓。伊讲：伫我的圣山锡安，我已经设立所竞选的做王。王讲：我要宣告上主的圣旨。伊甲我讲：你是我的囝，我今仔日生你。对我讲：我就将列国互你做领土，将全地互你做产业。你要用铁管甲引降，亲像降水废去。将军王啊，着谨慎；统治者着接受警戒，着用敬畏服侍上主，用惊吓屈服伫伊的骹下，才免伊去圣地，互恁伫路中灭无。因为伊会随时发授去找上主做避难所的人，真有福气。感谢上帝恩典甲怜悯，赏赐耶稣基督诚做阮的大祭司，互阮会当借着伊一摆的献祭，得到永生的祝福。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